睇大家溫習方式或者進度嘅。不過就真係要自律咯，即係有啲人自己慰勞到冇做嗰本西文嘅。即係你知㗎啦，咁你定咗啲目標出嚟，咁有時候就係身邊有更多環境，咁你即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係非常堅持咁將呢件事執行到去考文憑試嗰日咧？我覺得我嘅應對方法咁就係安排晒自己之後嗰個禮拜將會讀咩課，盡量畫得有條理啲，咁樣自己先係會有嗰個動力去完成。如果定得太空泛嘅話，咁可能自己都唔知我嗰個人 plan 咗啲咩㗎。咁你入咗個心流狀態，其實你亦都唔會想突然停落嚟，都會可以將好多誘惑拒之門外咁咯。啱啱阿文軒講嗰樣嘢好好，因為我哋喺近排上堂嘅，我特別都真係提咗你呢個字，就係心流狀態。即係你如果唔去到嗰一個效率咧，其實你係冇辦法繼續去保持最高嘅嗰個溫習嘅狀態。你一 drop 落去，俾其他嘢都喐咧，你要翻返去嗰度好難。有冇試過呢件事？都有喎，即係佢彈 notification 出嚟，咁我可能真係會被影響到，即係帶走㗎啦。網上面即係而家 App Store 都好多 app，其實可能到1個鐘內，你即係唔掂手機，你就可能會俾啲 achievement 你啦。咁我覺得係有效嘅。